大家好，我係曉儀。政府今日3月23日宣布，下個月3號起，即係4月3號，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即係2元優惠計劃，由2蚊劃一收費調整為2蚊2折。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2元優惠計劃旨在鼓勵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參與社區活動，從而建立關愛共融社會。2蚊2折方案保留咗政策原意，並提升計劃嘅可持續性同減低對受惠人士影響之間取得平衡。依家等我同大家講一講改制之後嘅合資格人士收費計算、支付方式、涵蓋嘅交通服務、政府支援，同埋好重要，教大家點樣搭車先至最抵。覺得有用嘅話，記得按讚、訂閱，同埋將咁有用嘅資料分享出去啊！Paper Hill。首先，2蚊2折幾時開始呢？由2026年4月3日起，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即2元優惠計劃，由2蚊劃一收費調整為2蚊2折。成人票價低於或等於10蚊，受惠人士維持繳付2蚊車費；而成人票價高於10蚊嘅話，則需繳付成人票價嘅2折。轉乘車程同樣適用。2蚊2折有邊啲人合資格受惠？分別有2種人士可以受惠：1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260歲以下合資格殘疾人士，殘疾程度達100%嘅綜援計劃受助人，以及傷殘津貼受惠人。點樣支付先可以享用2蚊2折呢？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須使用樂悠卡先可以享用優惠，而60歲以下合資格殘疾人士嘅話，必須使用印有照片並已加注殘疾人士身份嘅個人八達通先可以享用2蚊優惠計劃。至於60歲或以上合資格殘疾人士，應申請及使用樂悠卡以繼續享用2蚊優惠計劃。合資格殘疾人士個人八達通內所加注嘅殘疾人士身份設有到期日，轉用樂悠卡後將無需再申請延長殘疾人士身份到期日以享用2蚊優惠計劃。2蚊優惠計劃唔適用於以現金、不記名長者八達通及一般個人八達通支付車費船費。現時以不記名長者八達通乘搭港鐵嘅時候，仍然可以享用半價優惠。2蚊2折涵蓋邊啲公共交通服務？1港鐵本地服務，包括輕鐵服務及港鐵巴士新界西北路線，唔包括機場快線往返羅湖、落馬洲同馬場站嘅東鐵線服務及東鐵線頭等服務。2九巴、城巴、龍運及漁巴嘅專營巴士路線，唔包括機場巴士 A 線同 NA 線、馬場路線、長途巴士新型服務。特定旅客觀光路線及以預約同以團體租用形式提供嘅特別服務。3指定嘅渡輪服務，不包括豪華位。4所有電車路線。5所有綠色專線小巴路線。6參與2蚊優惠計劃嘅指定紅色小巴路線。7參與2蚊優惠計劃嘅指定街道服務。8參與2蚊優惠計劃嘅指定居民巴士服務。2蚊2折收費點計算？成人票價10蚊或以下，一律收取2蚊；成人票價高於10蚊，受惠人士需繳付成人票價嘅2折。如2折後出現先位，則以4捨5入方式調整至最接近嘅1毫。如受惠人士嘅票價低於2蚊，則只需要支付該票價。例如電車長者票價僅個半，因此長者只需付個半。2蚊2折可唔可以享有轉乘優惠？2蚊2折優惠適用於轉乘車程。如轉乘車程涵蓋於2蚊優惠計劃下，後段收費會按成人票價扣減營辦商提供嘅轉乘優惠，再以2蚊2折原則計算。而港鐵提供嘅轉乘優惠，則會按現行機制，先計算2蚊2折下嘅應收費用，再扣減其提供嘅轉乘優惠。如車程設有分段收費，係咪都可以享有2蚊2折？現時部分專營巴士同專線小巴路線設有前段分段收費。
2蚊優惠計劃下嘅受惠人士如乘搭新大嶼山巴士除外，設有前段分段收費嘅專營巴士路線。上車時需以指定八達通輕拍八達通讀寫器，按顯示嘅成人票價支付2蚊兩節車費。落車前需再次到車上嘅八達通讀寫器，或者落車後於巴士站嘅分端機以同一張指定八達通再次拍卡，以獲取前段分段收費回贈。受惠人士乘搭新大嶼山巴士或專線小巴嘅前段分段收費路線嘅時候，請於上車時告知司機落車地點，等司機調校八達通讀寫器後，先以指定八達通拍卡。政府將會推出一系列宣傳，等合資格受惠人士了解2蚊兩節嘅安排，包括推出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廣播，於主要公共交通網絡及為長者同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嘅地區網絡張貼宣傳海報及派發宣傳單張，並於公共交通工具展示廣告。勞福局今日都會為全港18區區議會議員同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舉行2場簡報會，講解2蚊兩節安排，以便佢哋協助2蚊優惠計劃嘅受惠人士宣傳同解答查詢。於2蚊兩節調整生效日，即係2026年4月3日起，會於港鐵站同公共交通交匯處等派駐服務大使協助市民及解答查詢。另外，運輸署亦推出乘車懶人包，教受惠人士以最抵嘅方法乘搭區內交通工具。依家我哋就一齊睇一睇點樣搭車最慳啦。呢度會先舉幾個例子，以東涌為例，假日可慳5個4。由東涌市中心來往東涌西，可選搭23或34大嶼山巴士。若果搭來往東涌同昂坪嘅23號巴士，平日全程車資20個4，假日車資達37蚊，長者需付4.08蚊或7個4。若果乘搭34號巴士，車資僅5個1，長者俾2蚊，可以慳超過5蚊。再睇睇上水區，上水居民唔搭過海巴可以慳3個6。從上水清河村到上水廣場，可選搭4條路線嘅九巴。978係過海巴士，來往粉嶺同銅鑼灣，全程收費達27個9，2蚊兩節下長者需付5個6。273A 同273B 分別來往上水合華明以及上水同清河，全程車費為5個1及4個3。270B 則來往上水同奧運，全程收費16個9，分段收費5個4。相比之下，長者乘搭270B、273A 同273B 只需俾2蚊，較乘搭978巴士便宜約3個6。而年滿65歲人士港島出行可以揀搭電車，每程只需個半。由中環街市來往政府總部，可乘搭電車、港鐵港島線1號城巴以及673號九巴，其中673來往上水同中環，全程車資27個9，2蚊兩節下需付5個6。其餘交通工具可節省約3個6。如果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電車票價僅個半，則可慳4個1。灣仔方面，來往兒童街同皇后街，可搭電車 5B、26以及969城巴，其中969來往天水圍同銅鑼灣，全程車資27個3，2蚊兩節後需付5.46元。其餘交通只需俾2蚊，可慳約3個半。除咗以上，我都以圖片形式放上全港18區嘅最抵搭車攻略，大家可以 cap 低自己成日會搭嘅車號。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唔知大家對今次改制有咩意見？會唔會真係因為咁而出少咗街呢？歡迎大家響下邊留言講低想法，一齊討論。多謝大家收睇我影片，覺得鍾意有用嘅話，記得按讚、訂閱同埋將咁有用嘅資料分享出去啊！各位唔好咁心急離開住啊，記得睇埋全港18區嘅最抵搭車攻略。